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台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第17号风台影啊，上近拜六礼拜成行，后礼拜1到拜3，全台湾可能拢会落雨，北部东半部雨上粗。新北天狗一群主，佮加2例带新北中和，拢去过三界庙佮天山公园。目前这个群主案累积拢总有8例。卫福部公告要开放进口日本福岛5关食品。消基会呼吁政府爱加强检验辐射量，定期公告给民众。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目前伫台湾东南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预告上近拜六礼拜会继续风台影啊，后礼拜1到拜3，全台湾拢会变天。我们目前官方是这样子的预测图上面还是以轻度台风的等级为主，但是因为它这个环境其实蛮适宜它的发展的，所以当然也不排除它强度会再更往上一些。可是因为现在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就是蛮有系统的增强，那所以真正后续它的强度到底如何呢？建议还是等到周末之后，它开始比较有明显的整合，那甚至成为台风之后呢，那这样的强度预估是比较有意义的。气象署表示，伫琉球群岛海面的低气压有变强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今年第17号风台影啊。预告风台会扫来台湾附近，外围环流会影响北部、东半部。后礼拜1到拜3会透风落雨，中南部的云嘛会变高，可能嘛会上大雨。新北天狗节群主案扩大，昨加2例拢带新北中和，伊嘛拢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目前这个群主案拢总有8例，社区体检145个人，有6个人快筛阳性，这检体已经送去疾管署确诊。环保局人员伫大街小巷无用喷药消毒，将环境组成员来清除。因为新北市天狗节群主阁扩大，预告增加2例本土天狗节病例，是中和区51岁男性甲71岁男性。检测期间也有高风险场域，三界庙甲天山公园活动处。市府24日已将中和区景兴公园、三界庙至新店区天山公园之环山步道列为管制区域，限制人员进入。根据统计，新北市中和区已经有4例天狗节的病例，新店区3例，加上进前也有中和区活动处确诊的花莲县个案1例，和这个本土天狗节的群组增加到8人。因为还有6人伫社区体检站快筛阳性，检体已经送到中央疾管署进行确诊。医师提醒，老人甲慢性病老大人，若过去8月过天狗节，佮感染其他的性别，出现天狗节、出血节的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所以这种登革输血症的机会就相对的多一些，比较多。医师表示，北部天狗节带病蚊啊，主要是白线斑蚊为主。生态场地是适合定立米伫树林、草丛这所在。卫生局也呼吁民众，最近一直拢落雨，会增加带病蚊的自身，一定要做好巡逻清理这工作。若出现发烧、头壳痛、早爆这症状，要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病毒拖袂离，一直咧变种。即马天气秋凊，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又搁开始混淆。来看美国去年有注流感疫苗的成年人，敢若4成5；有注新冠疫苗的，敢若2成3。专家表示，病毒咧拖较会变种，建议民众就要紧注意放射，增加保护力。这镜头前注流感疫苗，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主任科亨为要互民众注新冠甲流感疫苗，拜三伫记者会，直接请医护人员为伊注今年流感疫苗。I want to lead by example. It's why I got vaccinated today with my flu shot. I want to encourage folks that you can get your flu and COVID on the same day. 美国8月已经批准莫德纳甲辉瑞上新版的新冠疫苗 ，CDC 指出，这疫苗不是完美，不过依然应提供强有力的保护，防止严重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进一步避免死亡。不过美国去年敢若45%大人注流感疫苗，注新冠疫苗大人阁只有13%。美国国家传染病基金会调查显示，今年美国注的人数共款无理想，所以 CDC 爱6个月以上所有人注经新版的新冠疫苗，各每年注流感疫苗。
As you know, we see different strains that are coming up every couple of months. We're seeing different strains because the virus is continuing to move through individuals, and every time there's a new infection, increases the opportunity for a new mutation. 抑个每年冬天流行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对一般人只是甲感冒同款的症状，毋过可能对5岁以下囡仔甲老大人高风险族群带来致命危机。CDC 建议75岁以上60到74岁高风险族群做 SRV 疫苗。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率最近出现相关趋势，欧洲、美洲、西太平洋区拢增加，当地中海区上下波动部分国家表现含新冠确诊大因素上升的趋势。美国确诊率继续相关，俄国、希腊甲中国等病例数也伫悬点，也要去这国家的民众一定要细致。公司新闻电话前评价。桃园一间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有家长指控2个老师性骚扰甲不当体罚，其中涉嫌性骚扰的老师甲学生骹内手内黑白帮，遮尔不输过行为已经有10多年啊！学校说干那家己一记新改。伫桃园市有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传出体育组长兼教练伫校队训练甲私底下的时间，利用伊的职务，甲女子篮球队的学生性骚扰，时间有甲10多年。对象大部分是单亲、原住民、外籍配偶、加弱势家庭的囡仔，有已经出业受害学生，因的家长出面指控。教球的动作基本上已经超出他所能忍受的范围。你说身体的触碰，甚至有些教学动作会去碰触到胸部，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这样讲过，很多孩子都这样做。应该心里都会有阴影吧？教练从后面教他的时候会稍微靠近，或是就是从后面触碰他。有些可能已经大学了，对大学生，甚至到现任的都有啊。经过性别会议的调查，去用指控的老师伫教学的时阵，确实有性骚扰的情形。教育局建议学校处分，不过家长不满，敢若记一支新界，若不满5月份提报老师不当管教甲体罚的事件，到大拢无调查，因为学校可能要甲压甲暗砍。教育局则请学校进一步调整按师的职务及任教科目等立即性不接触原任教学生的应变措施。教育局表示，家长已经信服，后续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若发现学校的处分有需要调整的所在，或者是有新的事情，无排除会重新调查，而且扩大调查这个老师捌教过的学生。若这个老师涉及不当管教的部分，嘛已经有另外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一对姓刘的姊妹做灵母，涉嫌甲1岁大的查甫囡仔开虐待死。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展开调查庭，提审这对姊妹到案。不过因2个人拢唔认罪，因的律师指控检方使人社会言论，佮讲这案无应该交予国民法官来审理。台北市1岁查甫囡仔凯，互故意的姓刘的姊妹涉嫌虐待死亡，震惊社会。这2个姊妹互归押禁见。台北地检依照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第4罪，甲2个人起诉，并且请求依照违反离校法加重其刑。台北地院国民法官2月头摆开庭进行调查的庭书。法庭外口有凯家属，也佫有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也佫有民众来到现场赞声。也若4个姊妹伫法庭上，搁再否认犯罪。辩护律师反倒转甲检方违反刑事诉讼法，讲民众拢是站在国民法官，也毋过检方对外放消息，操作媒体舆论，影响民众，造成案件未审先判。主张专案不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作为辩护律师，我能够表达的意见，刚刚在开庭中已经全部表达了。那我想在法庭上已经表达的相当明确了。辩护律师指控检方违反侦查无公开，而且有调查庭事不当，要求调查检察官侦问时的录影更迭。不过检方讲，虐待儿童案件全国真注意，除了应该公开审理，国民法官参与对着修补社会安全网有帮助。说一句难听一点的，检察官他根本不需要去透露任何的资讯，为什么？当小孩子凯他送医院的时候，那个伤势，所有的人眼睛瞎了吗？都看得到吧？就算有人去泄露这个东西，小孩子的伤势是怎么样，那个东西是事实，并不是说是虚构的。全身的伤哪里来的？跟你们都无关。那我觉得当一个律师，你可以为这些还没有被定罪的凶手辩护，当然觉得没问题。我也尊重人权律师，但是我觉得讲话要合情合理。调查庭结束了后，这2个姊妹坐就紧被车押回，凯家属不满2个人一直拖延审理的时间，想要脱罪，恳求法院还予凯一个公道。其
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公告全面解除日本福岛5关的食品进口管制，要开放进口福岛的食品。消基会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要加强检验辐射量，定期公告给民众知影。若发现有问题食品，就要随体温停止进口。卫福部4月4日25公告讲，解除日本福岛5关食品输入的管制，包含野生鸟类的肉、菇类、绿油菜等原地禁止的品项，采详尽管理，加上搭配检验。不过，日本禁止流通的品项，有关袂当输入台湾。会不会啊？可以去选择的东西很多啊，因为有时候政府讲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太相信。基本上只要符合规格检验标准，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福岛食品买入来，民众的看法无同。食药署表示，今年7月23日告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内容。预告期间无特殊的反对意见，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之下，以科学证据、国际标准做依据。搁再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维持禁止日本国内限制流通产品品项输台，维持福岛5县所有产品输入时需减负双证，维持至日本所有输入产品需减负产地证明。消基会不满卫福部全面要开放日本福岛5关食品输入台湾，也批评伫预告期就要强烈反对。政府说有关做出开放的公告，严正呼吁政府加强福岛5关食品的查验工课。这个我们表示非常的痛心啊！但是现在已经开放了啊，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在退而求其次之下呢，呼吁民众呢拒买啊。拒食。我们在理论上还是担心说，就民众如果接触到一些辐射的东西，大家就担心说会增加癌症风险，还是应该要持续监控。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像我们的铯137，它半衰期就高达30年。消基会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密集性加强这寡地区农渔牧食品辐射量的检验，以及定期公告给民众知影。也若问题食品应该随体温之外，也要重新停止进口的作为。除了检验辐射量之外，也要严格查标示，防止假的标示或者是标示无清楚的商品来台湾，也要让民众充分知影产地标示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在致辞的时，坚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系统。另外一个友邦马绍尼群岛的总统嘛有表态，讲联合国大会27500号决议无讲到台湾，联合国若有心要甲全球合作伙，安那针对台湾的部分，都无应该假无看。第79届联合国大会咧进行总辩论，安尼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致辞时阵，坚决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En esta asamblea renovamos nuestro firme respaldo para que Taiwán sea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reemos que su exclusión es una injusticia que no podemos pasar por alto. Si hay un país que debería hoy formar parte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aún no lo está haciendo, ese es Taiwán. Only this independent democratic government can represent its 23 million people. UN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mention Taiwan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pretext to exclude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meaningfully in the UN system. 友邦马绍群岛总统海尼阁指出，联大第2500号决议无涉台湾地位，那联合国真正希望无老交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台湾当作是看无。咱的驻美代表伊戴雷当时出席纽约非营利组织论坛，伫甲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对谈的时阵指出，未来世界会由科技 AI 主导，所以台湾更较免缺失。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which is technology, without incorporating Taiwan, is like going downtown New York and literally getting a cannoli without its filling. 伊戴雷也强调，中国主导2500号决议解释，将台湾封锁在联合国之外是真危险。联合国秘书处无权解释决议文应该由会员国来决定。另外，G7外长会议也在联大场边来举行。联合声明当中，佫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甲繁荣是真重要，支持台湾有意参加国际组织，佫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
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一个22岁查甫人，8月底去中国上海说失踪要几个月。进前中国国台办有证实讲，伊涉嫌诈骗，当咧互调查。国台办佮讲，这个查甫人牵涉真侪诈骗案。毋过人到底伫倒位，谁若无依照两岸司法合作通报咱台湾咧？国台办表示，这个答案台湾应该知。咱国22岁姓郭查甫人8月底入境中国上海，失联要1个月了后，互中国国台办证实因为涉及真侪大的诈骗，当在接受调查，毋过无讲人封关伫倒，含敢毋照相关协议通知咱这边合伊的家属。这次有没有依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通知台湾跟他的家属？大陆方面严格依法办案，会依法保障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至于两岸协议执行受到影响的原因，众所周知。咱国的海基会和中国的海协会在2009年签司法合作，对涉及两岸的民刑事调查处境和仲裁判决交流，应该及时通报。不过2014年艺人郭振东在大摩在北京封掠的时阵，中国就无随来通知咱这边。根据中国刑法，照诈骗的轻重，上轻判3年，上重会当告无期徒刑。和细个查甫人家属有够烦恼。他本来是同学要跟他一起去，可是后来他那个同学没去。去大陆的行程讲的包装的很好，他有跟朋友透露，就是在台湾讲的跟去到那边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怕说他是在那边被威胁还是被怎么样才会去做那一些事情。我只希望说能安全的回来呀，也会担心他在那边大家这样子。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陆方不要仅仅只是很简单的一些说法了啊，能够尽快的寻机制来跟我们通报他目前的整个状况。咱国的海基会发函予中国的海协会电问，但是甲打拢无收到回应。海基会搁一摆呼吁中国，应该透过相关机制保持双方的沟通，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经办经花城案，今仔早起第4届提审经台北市长，也就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表示，伫咧2017年5月初3，郭文哲主持的市长席会议记录内底，苏当时讲到经花城用积率，郭文哲是要求督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公告，直接发函予经花城，跳过道委会，最后用积率直接为392%变560%。台北地检署早起第4届提审郭文哲，郭文哲是靠手铐穿衬拖仔，互押去北检开庭。顶礼拜，宪法法庭针对死刑释宪作出判决，大法官认定死刑带条件合宪，而且嘛索按判死刑的标准。新北校园挂暗棍案受害者的家属就批评讲，这等于是予加害者一块免死金牌。那也立委是要求法务部要赶紧执行死刑，嘛建议甲无期徒刑分做3级，相当1级都袂使申请加释。死刑释宪案，宪法法庭虽然宣判部分合宪，不过也为死刑设下标准。新北校园挂暗棍案的受害者家属就批评讲，加害者互认定做精神障碍就袂当判死，恐惊会成做犯罪者的免死金牌。也批评法官要一直决才会当判死，无考虑到受害者的生存权已经生活夺走。请不要用精神障碍来作为废死的借口，这应该是算是另一类的一票否决权。他自己已经剥夺他人的生存权，自己不遵守法律，就不能接受宪法的保障。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认为讲，大法官为死刑设下定定的关卡，这等于是实质的废死。批评目前无期徒刑只要满25年就有机会加释，原底应该永远甲社会距离的人，煞可能回去社会，恐惊互犯罪率升悬，甚至建议讲应该要甲无期徒刑分做3级，满25年会当加释，满40年才会当加释，还佫有一世人监禁袂当加释。那扣掉这些人在押的时间，大家知不知道？当他们在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他们不用几年就可以申请假释了。如何把配套措施透过修法的作为把它完备化，这才是立委的职责。立委要做的不是挑动社会的对立。这些部分我们就依法处理嘛，哈。那修法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按照宪判制的意志来妥适演绎啊。吴宗宪强调讲，无排除自治民意，上街头来表达意见，甚至提出反废死的公投。立委是表示，当地建议修法。
降低冤家的可能性，也避免罪犯找空棒来闪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则发生有民众摔落去或者是跳落去铁基路的事件，台铁和高铁拢打算要加装月台门。台铁今年底会升至高雄试办，若高铁所有的车站月台门会伫咧2018年全部拢装好势。交通部长陈世凯头一届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备询，立委重点放伫安全议题。立委李坤照即期讲，台铁到8月份为止，计共发生35件人甲物件落落去轨道的事件。不过月台门建伫的机亭煞输高铁忝忝。在高雄试办的这一组月台门哈，我们预计是在年底。要完成一个展示的框架。杜董事长，这个稍微有延误。我们3月的时候就说公开设计以及要做发包，但是到9月的时候才要正式的公开的一个招标。我们会协调厂商尽速的来加紧进行。高铁表示，除了台北站已经有月台门，优先装置的车站会伫风较透的新竹，还佫有人较侪的邦桥。另外，询问到进前发生东海大学女学生行伫斑马线煞不幸互弄死，交通部长陈世凯回应讲，台中最近道安数据确实无理想，会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来改善。在您就任后的半年，您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相关的目标？希望国内的行人 A1 的事故，在您就任后的半年，有一个最起码的怎样的一个改善？报告委员我们整体的目标了因为说实在的，你说短期之内要快速的解决，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但是我们希望在2030年之前，能够让它的几率降低50%。另外，纳入立委也关心讲，台铁今年公司化，不过董事长杜眉唔拿调薪40%，佮传出用办理公司化。转型改革的业务名义来申请记一支代工。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连内签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对这个案子呢会非常的严谨以待。那也会尊重公司治理的程序杜眉表示，台铁公司的奖励甲处罚的做法，公司治理有各项的规定，代表会非常的斟酌，也会尊重公司治理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主战主雄，真主党昨空袭以色列了后，以色列就即马放调讲要伫地面休战。自8月双方爆发冲突以来，黎巴嫩拢总有569个人死亡，1900人受伤。即阵美国、英国甲欧盟拢出来做公亲，呼吁双方爱暂时停战21天。以色列南部红海港口城市埃拉克受到无人机攻击，伊拉克称伊朗的伊斯兰反抗运动民兵组织承认是因做的。第2届的攻击后，以色列军方查落来，也是有人受伤。以军表示，无人机是对当兵飞来的，这届攻击造成的损害无大。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小战。真主党25透早针对特拉维夫郊外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发射一粒弹道飞弹。真主党表示，最近多数的攻击拢是为摩萨德来的。以军表示，这是头一摆真主党射的飞弹飞去我特拉维夫附近，不过已经炸落来。真主党阁射侪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爱部队做好准备。שחיזבאללה הכין אותו כמוצב צבאי גדול, עם תת-קרקע, עם נקודות שהות, עם מקפצות, לזנק לתוך השטח שלנו ולבצע התקפה על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伫黎巴嫩南部城市泰子有一个87岁法国公民因兜因为爆炸倒去不幸过往。法国、美国当咧针对加沙和黎巴嫩和平问题做公亲甲协调。Mes pensées fraternelles vont au Liban et au peuple libanais. Le Hezbollah prend depuis trop longtemps le risque insoutenable d'entraîner le Liban dans la guerre. Israël, quant à lui, ne peut sans conséquence étendre ses opérations au Liban. 即阵以色列甲真主党愈战愈凶，美国、英国、欧盟拢呼吁临时停火21天，希望会当提供外交空间达成协议，加沙会当停火。联合声明指出，小节无符合以色列、黎巴嫩人民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已经执政9年啊，不过这几年有真侪政策民众拢无啥满意，包括物价抢悬、无厝通睡等等。杜鲁道的支持度即阵是跋甲剩2成外。杜鲁道刷落来，甲面对国会无信任投票的罢免提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25伫咧列都小屋接待法国总统马克宏，
迄天加拿大国会举行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将其尾以211票对120票驳回保守党的提案。 I don't think Canadians want an election. What they want to see is politicians, legislatures work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for Canadians. And we saw that 3 parties in the House can do that. There's only one party that can't. It's the Conservatives. 2021年加拿大顶一届的联邦选举，杜鲁道靠伊的政党甲左翼新民主党之间的协议，会当继续执政。不过9月初，新民主党领袖退出协议，致使杜鲁道的领导地位开始未在。 面对大领先的保守党党魁，一直希望会当提早选举，所以提出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若要通过，就要得到新民主党甲魁人政团的支持，不过并无成功。 What we're seeing today is that this House does no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Canada. 杜鲁道今年52岁，做加拿大总理9年。 一直拢是以接受自由党政府来领导国家。根据民调，伊的支持率已经为头一届当选的时阵的63%，到今年6月落到28%。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对大的负担，还佫有生活开销增加，感觉真烦恼。今年热人，自由党伫多伦多甲蒙特娄2届补选拢失败。杜鲁道即礼拜接受访问的时阵承认讲，加拿大人伫包括油钱甲厝租等等的方面，大头是真重，当咧经过真困难的时期。 不过，伊嘛为伊的领导能力来辩护。所来杜鲁道也阁面临2项类似的无信任投票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每年的健保总额略要超过9000亿。为福部健保会昨进行健保总额协商，不过病院的总额部门甲西医基层部门，阁有付费者代表，三方是超白平，就要协商无共识。 可以协商的总金额，其实明年是相对的只有174亿啊。那么换言之呢，如果在医院的总额部门提出200亿的协商金额的话，其实已经超过了可协商的总数，所以也造成昨天在付费者这边呢，那么根本没有办法协商下去。 健保总额协商无共识，健保署表示，虽然每年的总额来到530亿，不过会当协商的金额仅那177亿，其中包括病院基层、齿科、中医，佮有西药剂的总额。那医界提出200多亿，已经超过协商的总数啊，所以无法度达成共识。这案会送去予卫福部长邱泰源来做决定。 来看台中有一个68岁老先生，半身不遂，平常时拢是69岁看守来甲照顾。不过因为因看守身体无爽快，煞昏去。这个老先生伫边仔喊救人，叫4点偌钟久，在厝边才听到声，紧报警察。不过落尾这个看守也是救不回来。警消人员伫门口喊，不过拢无人应声。消防人员随提物件、甲门撬歹，入去内面救人。 看到警消来到位无法度行动生病阿伯，就赶紧拜托救护人员先去看伊的太太。原来是伊的看守昏倒伫咧厝内面，迄当时还佫生命现象。不过翁仔人是一边大一边小，真有可能是烧中风。有啦，过来装柜啦，过来装柜啦，你人完咯。不过，这位妇人人抢救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台中警方进前接到报案，讲南屯一间人家厝有人昏去，需要救援。到现场发现讲是一个69岁妇人人，讨救兵的是妇人人的翁婿姓陈老阿伯，也因为因的家己逝世拢伫咧外地，老阿伯因为半身不遂无法度行动，叫4点钟才互厝边听到。因其不良于行，无法及时查看妻子状况，而焦急不已，长达4小时不间断的呼喊求救。医生表示，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多这种老大人互相照顾家庭，也因为照顾者的年龄有较大，致使身心受到袂少的压力。除了爱和外界保持直接，也爱安装紧急通报救助系统。看到有的紧急服务铃是放在手上，那甚至就是一跌倒，它就是可以去触，就可以去按压。但有的是放在房间比较容易看到的。除了说叫有没有跟说其他的一些邻居长可以多去探视，我们大概建议是这样子啦。医生建议讲，照顾者啊，还有奉照顾的人，就要维持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当利用1966中照服务专线来申请相关的支持，也有哮喘服务，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台东病院委托高医体系经营15年啊，
不过这经营权明年就要换9号中加病院，这也引起台东病院的医护反对，因要求市府说明过程，重视台东病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权。那市府表示，这招标的审计拢公开，绝对无塞暗盘。劳工权益最优先，谁当老板我不管。日头卡台东病院医护人员大声抗议，不满病院逐档评鉴成绩拢真好，经营权煞的换手，为国医体系转做是中科病院，质疑市府黑箱作业。我们低薪已经很可怜了，我们要一个幸福的家、幸福的企业，他凭什么帮我们换家？从头到尾完全没有写到医疗人员的权益、劳工的权益，一个字都没有。台东病院就千名员工有600多名是国医大工会会员，工会发起抗议，300多个人走上街头，要求工资计算要比现况较好，福利制度全部保留，年资嘛要完整来承认，毛病烦烦恼，影响到看诊的权益。我看到咱卫生局，逐工打咱抹黑，白报要年交黑啊！为什么突然今年底就说啊？怎么我整个医院要改组，那我的医生怎么办呢？市府回应经营权换手是评审认为中科提供给民众就医权利等部分比国医较好，招标议约嘛全程在政府监督之下公开，绝对无黑箱。高医经营大同医院15年期间，有长达13年期间没有24小时急性脑中风处置，没有24小时儿科专科急诊，14年没有24小时心导管服务。高雄中科病院嘛发声明表示，摕着预约第一顺位，就开过6届会，嘛有3届员工权益保障的会议沟通，现任员工留任会安排伫个原职务，嘛会提供着合理有竞争力的制度，而且会保留完整的福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台南的观光产业热扑扑，这5年来民宿的总数为300多间，家庭飞到600多间。去年民宿营收是6都的第1名。不过，民代就提醒，这观光家业恐惊会造成恶性的竞争。市府表示，会伫合理的范围管理这客房的总数。台南的观光业长兴，5年前民宿才323间，到当已经有646间，数量是家庭倍。就民代提醒，应该要注意，敢有恶性竞争的状况。双城观光地区古城历史街区划设后，与台南观光产生共伴效应。未来观光旅游局仍会在合理范围内持续进行客房数的成长管理。实际来到台南较热闹的所在，平常时就会当看到袂少外国的朋友客来住民宿。对管制客房总数的部分，民宿业者认为应该要交予市场机制自然淘汰。然后这么多的竞争，然后反而就是留下优秀的，因为其实还是有不认真经营的，我们就让它淘汰掉。你环境若无好，咱哪有可能想要投入这个产业，对不对？你若总量管制了后的时阵，咱坦白讲，那是不是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的是，尼到时阵白银就各当袂知。另外，最近伫网络有出现国内旅游负面车辆的管市排名，前3名分别是屏东、高雄、甲台南，恐惊会损害地方的形象。民代呼吁市府就要赔回。那比如说，大家喜欢讨论台南，那台南的负评当然也多，但是也有可能台南的正评也非常的多啊。然后我认为这个资料是非常失真。台南的城市文化吸引侪人去佚佗。去年民宿的营收有到3亿，是6都第1名。民宿业者呼吁市府，就甲品质顾好，才会当提升观光，互地方愈来愈佳雅。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中央气象署去年和云林县府签合作，去云林高科气象站，今仔日正式启用，希望未来会当提供云林地区农渔业相关的气象资讯。请揭牌。计划按步调完成高科气象站设置，为了协助云林地方产业发展，并强化农渔业永续经营和风险评估，气象署去年和云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规划设立云林高科气象站，26正式启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的应用结合，希望说能够对于我们所有的县市都能够有一个气象站，充分的了解地方的需求，这个非常的重要。气象署表示，云林是农渔产业重要园区，但面对极端气候和全球暖化等状况，更加需要精准的气象应用资讯。希望透过向云县府的合作，会当实际帮助当地农渔民
来因应气候变迁。要有这么高的一个农业的产值，其实跟我们的气候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风调雨顺，我们才有办法后修行。那在整个农业的这个大线里面来讲，我相信这个气象站的这个落成，对我们来讲是可以讲说至关重要。按照讲，这几年来气候变迁大，农渔民定拄到天然灾害。如果会当透过一时的气象资讯来做防灾因应，至少能帮助农渔产业损失。气象署嘛讲，高科气象站启用后，嘛完成每个县市拢有专业气象人员驻守，持续累积观测资料和记录。记者杨为你报道。为着要让品质差、卖无价稳达、有经济价值，花莲农改场这几年有研发加工设备，透过机器下皮结精油，量产一寡加工品，唔那省工，搁省时间。一粒一粒的文旦被送入加工量产机，为清洗防打重量分级汰选，搁进入精油提取机。根据挂精油了后，文旦油搁被挂出肉甲皮，安尼机器作业比传统人力近100倍。这套系统呢，一天最多可以做到4吨以上，大概一天可以取到约3公升左右的精油。可以制成柚皮糖的原料的部分的话呢，大概是在800公斤上下。那果肉的部分大概是1吨2左右。准备向文旦油每年差不多有25000吨，其中一寡无好看的文旦以前拢是平掉，若要用真粒下皮提出精油，搁费时费工。不过有这台机器了后，能大大降低真粒成本。我们往年在做的话，大概都需要聘请30名的这个工人来进行削皮。那只有单单的削皮跟取精油的部分，果肉的部分还没有办法达成工作时间大概也要长达1个月的时间。对这套设备，油农也真好奇。花莲农改场也办技术示范广播会，和大家更了解安怎提悬文旦周边产品。其实我们大概到文旦期后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格外品就是丢到园池里面做一个丢弃动作。那如果说能把它提取就做成一些加工品来的话，那它还可以变成是你额外的一个收入这样。花莲农改场强调，宜花地区无适合卖文旦油，每年有4000吨，偏调实在可惜，再搁创经济价值。这批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未来一个调整做一贯化作业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东山的中山村有种油仔甲地米，不过变若热人较无好，就无水通饮餐。水利署打算伫咧当地起一个蓄水池，牵一条4公里长的水管。若起好势，就有152公顷的农产会当压水。地方的面积真大，不过泉水的管线清在因为水压无够，地处真侪地米的树丛，无都有充足的水源，互农作物的产量减少。宜兰东山的中山村主要的农作物有油仔甲地米，不过每一年6月至9月雨水少，清在拄到灌溉水无够的问题。夏天的话，就是会有点缺水啦。事实上，你如果说有缺水的现象，就会造成说我们冬茶的采收的量会减少。家己的水井水井拍来就烂蓝袂淡啊。农民讲，中山村原底咧压水的水路，因为旧受损长，拍水的所在还佫规个拢土沙，而且设计嘛有问题。加上管线有经过袂少私人的土地，要修理无遐简单，而且修理的钱农民嘛真恶负担。社区广告表演庆祝扩大灌溉服务工程日开工。农田水利署为了解决中山村灌溉水源无够的问题，规划伫当地新寮溪的边仔起大型的蓄水池，而且按差不多4公里长的管线，把溪水引入去中山村的农田。取水设施会做一个改善，再来整个管线4公里多我们会重新铺设，那也会做一个非常大的调蓄池总共有3200吨的一个蓄水池。专案工程的经费差不多是9900多万，工期差不多1年。农田水利署表示，安装完工了后，就会当稳定灌溉152公顷的农田，收回的农价有150块，希望会当彻底解决中山村雨水少的时期灌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今仔日颁书读奖、教育奉献奖甲资深优良教师。今年72个书读奖，家己协同中学老师黄斌真，伊是唯一一个跨性别老师。伊做变性手术，险就失去头路，家在有贵人甲亲人来支持。嘛因为伊家己的处境，伊对特殊的囡仔嘛更较关心。
面对镜头比出甲学生学来爱心手势，伫咧家己协同中学的数学老师黄明珍教册已经38档，上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囡仔成长成功。明年2月特别退休，黄明珍今年嘛得到书读奖，很意外会得到这个奖，但是知道这个奖，我知道是。其实也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已。黄明珍感谢一生当中拄到的人，尤其是10月当前决定要变性到完成手术迄几档，压力真大。好在在有贵人斗相共，才会当继续留伫咧教育界，嘛来帮助有小共状况的老师甲学生。其实我那时候也很天真啊，我认为说有法令保障应该没什么事了，结果想不到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压力。这样，我的气质就。很显然跟典型的男生不大一样，那一直到我事件就公开，学生就终于把他们的问号就解开。另外，对老师这个国中校长的好信奖投入教育已经33档，主张适性适才理念，可以得到书读奖应邀。何信忠认为，基层的教育环境无变歹，无论是教学也是管理，拢得爱对时代来进展。不管是辅导管教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法令，我们就是跟着时代进步，慢慢的走，带领我们的孩子。因为，还是需要我们带领着下一代啊，这样台湾才会越来越好。72位书读奖，20位教育奉献奖，加428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加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也有教育部长陈英耀，拢亲身来表达感谢。嘛强调明年的教育预算有3000多亿，有史以来上悬，希望会当打造更较好的教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冬季大游行10月26日在台北起过。台北市府嘛推出观光活动，带民众坐巴士去每一个甲冬季发展历史有关系地点行搭，用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价值来发展观光。手提绿色轻的机仔，欢喜坐伫观光巴士内底，宣告台北市的彩轻观光巴士系列活动正式起过。活动其中就规划3条甲冬季的文化、音乐、电影相关的观光巴士路线，互导览员带民众行到台北市，了解参冬季有关系的地点。可以用我们的市政府广场，到我们的市议会，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以及演变，算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以及常德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我们的常德街事件。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而且每年10月的上尾一个拜六，台湾冬季游行拢会伫台北市举办。去年的冬季游行有17.6万人次参与，其中有1成到2成是外国的民众。而10月26，台湾冬季游行剩1个月，台北市府也希望透过观光，让国内外民众拢感受台北市的多元、友善甲包容。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可以说是最友善、最注重性平的一个国际城市。那我们从每年10月份，我们在台北市举办的这些同志大游行活动都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还有外县市的朋友到台北来。除了观光路线伫松山文创园区、信义商圈、西门町这挂指标观光地点，市府也有设 LGBTQ+ 族群相关的装置艺术。对10月份冬季游行的脚步行，台北市也帮以性平友善为主题，发展彩轻观光。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为了要传承歌戏的文化，台湾戏剧学院甲公视台语台以产学合作的方式增加交流机会。双方的做伙培育艺文甲影视专业的人才，向少年辈来接触歌戏、接触台语，传承本土文化。戏剧学院的学生播歌戏出澹衫过牛，2位学生自细汉就常常甲阿公阿嬷去庙埕看戏，所以对歌戏有真大的兴趣。学生讲，虽然本身的台语无啥物练懂，不过练歌戏的过程，互因的台语愈来愈好，甲阿公阿嬷的互动嘛愈来愈侪。因希望毕业了后会当找甲台语相关的工课，继续为台语传承注入新的活水。台语因为厝内有在讲，所以有较简单，较紧就学起来。如果若是有机会，嘛是会用得去公司台语台遐试看卖咧。但是我的台语讲起来袂练得，若是唱歌戏的时阵就较好。
为着让台语歌戏文化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台湾戏剧学院对各校啊就开始培养学生学歌戏。即摆嘛，甲公司台语台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产业甲学校合作，共同推动台语影视人才。演员的培养过程其实是需要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即摆囡仔所欠缺的就是机会吼啊，咱应该讲想讲，安那互因有更较多迄个可能啦。在台语文化的研究跟教学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么全台湾也只有公共电视台语台有台语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两方都能够有专业的结合。为着要增加少年族群愿意来学台语、来看歌戏，戏剧学院甲公司台语台未来会以直播也是低雅音，用轻松少年辈流行的媒介来向少年家接触台语甲传统的歌戏文化。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这2-3年，中国的网络平台有真侪小出甲短剧，实在是真请真侪人咧看。预估今年的3大队超过台票2000亿。不过，一寡剧情实在喊过暴力有争议。有台湾学者就烦恼讲，现代人是较无耐性去看长片的电视剧甲电影。这款成本低、变本紧的短剧，嘛影响到咱台湾的影视产业。根本就是个没爹没妈的野种。中国这2-3年来真流行网络短剧，可能一集5分至10分钟，甚至有的阁愈短。真侪题材，亲像阿爸总裁，也是一间山、二间布、3间起大厝，这款节奏真紧。伫短短几集内，观众都通看到精彩的内容。有愈来愈侪影视人才投入这个产业。根据中国数据平台评估，今年的市场3大可能会超过新台票2100亿。6月1号，就今年的6月1号，这个短剧新规之前。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他这个故事情节也特别夸张，特别无厘头、没道理的什么。你比如说，昨天还是个乞丐的，今天突然变成个亿万富翁了，给人一种虚幻的那种梦。不过，因为有一寡剧情伤暴力、喊固定引起争议，中国在今年6月加强管制，要求要报警前要先通过审查。事实上，这个中国网络短剧，台湾观众在TikTok、快手还是 YouTube 等等拢看得到。有学者就烦恼，这款短剧唔能互人看解条例，追求快速得到成功的剧情，嘛会互人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种短视频看这的时阵，伊的迄种思考，因为你真紧就要得到答案，你中央无辩证。所以你所有的物件都是对甲唔对，唔是黑的就是白的，这种二元对立，你中央无对话，你直接就是冲撞啊。另外，学者嘛指出，这款网络短剧资本家拍片的时间短，无要追求有路的分镜、逻辑和情绪，随时对观众的反应来写剧本。对真侪投资者来讲，回本的速度更紧。学者嘛烦恼，这款的短片恐惊影响到台湾的影视发展。我1亿元，我可能可以投30支或者是50支，而且我回收期很短，不行的话马上止血。请问一下，你若是资本家，你要安怎投？咱当然是去投微短剧。学者表示，网络短剧也是影片，无论 TikTok、Shorts 还是 Reels， 针对会危害身心健康的内容，台湾政府拢应该积极和影音平台沟通，也是参考外国的管制措施，优先保护囡仔，避免网络环境和社群媒体的负面影响。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加拿大东北部的海湾是北极熊重要的生态地，不过因为气候暖化，海冰咧游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啊，北极熊无法度找食。若继续安尼落去，这个所在北极熊上紧伫咧这个世纪尾，就会面临断种的危机。海熊妈妈当在饲奶，饲细只熊来啉母奶，但是这个画面有可能因为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以后会愈来愈歹看到。加拿大北极气候科学家讲，若全球暖化是超过巴黎协定设的限制，就是各国同意把全球升温的幅度限制伫个摄氏2度以内。安尼协定若无达成，海冰游的速度加紧，互海熊踮伫个陆地时间愈久，无法度顺利去掠着海拔。母的海熊嘛，因为安尼欠智能愈来愈瘦，致使因袂生。毋那呢，母的海熊的凝结内面30%都是智能，嘛会影响到这细只熊无够营养、无够氧，无法度顺利来大汉，变做恶性的循环。
Hudson Bay was probably the most reliable place anywhere in the Arctic to see triplet litters, and where triplet litters were successful into adulthood. Those disappeared here for, I want to say, 15, 16 years. They weren't seen. 加拿大哈德逊湾的西部目前差不多有600只海豚，这个数量是40当中的一半，嘛是全球20大海豚上受威胁的地点之一。那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地球继续暖化，估计当地海豚会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阵对得灭绝。海豚研究团队伫今年6月捌指出讲，加拿大哈德逊湾南部的海豚可能会伫这世纪中上早灭绝，因为这个所在寒冷的冰层要开较侪时间才会当冻结。若讲气温起伫2度，哈德逊湾南部的无冰期就会超过180天，这已经超过海豚会当忍受的极限。若是气温起伫2.2度到2.6度，伫哈德逊湾西部的海豚嘛同款要面对无法度生存的命运。And actually, over the last 40 plus years, this period of no sea ice in the summer, this ice-free period has lengthened by over a month. So it's like over a month of less time that the bears have to acquire food in the form of seals. 虽然讲哈德逊湾的海豚有想要去找其他食物的来源，来适应伫陆地上无法度踮伤久的时间，但是这食物和正常海洋食物提供的热量嘛是袂比值。顶礼拜就发生伫冰岛的偏远地区，有居民发现海豚伫粪扫堆内面找物件食，所以因为伤晚度假村，互当地的警察看作是威胁，经过官方的同意，甲因抬死悲剧。冰岛本身并无海豚在生态，但有时阵因会坐起伫浮冰顶悬，对机能人来到冰岛，受到全球气候暖化影响，海上的冰减少，造成更较侪巴肚枵的海豚爱起来岸顶找物件食。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天气玻璃在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1度，外岛地区26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